高雄仁武交流道下卡停车场因为免收费，有20多台轿车长期停伫遐，造成环境垃圾。地方也烦恼讲会变作是治安的死角，甚至是天高一个疫区。环保局已经来遮打黄单警告，车主即天来爱刷车，若无就甲车拖走。 环保局人员巡视报废车辆，发现有的车头弄甲密密毛毛，嘛有汽车无车牌，因着将黄单搭伫车顶，请车主赶紧甲车刷走。国道10号仁武交流道下卡这个停车场停袂少报废汽车，附近民众表示讲，遮无偌久就会有一批报废车辆停伫遮，上少有10几台。一般都是报废车跟那个车祸的车停在那边。 停在那边贴公告的啊，时间到他们就会拖走。一年下来10几台跑不掉。这个停车场原底旧话要互附近民众停车，不过即马煞互废弃车辆占位，而且环境垃圾。地方惊讲，若是落大雨，敢会真做天高热的热区。环保局日前接到通报来稽查，算算的有24台无牌汽车，其中12台已经报废，有的互环保局拖走，若是找无车主，就会打单。新环境。 脏乱啦，尤其这报废车为玻璃车，而且也破去，即阵啊，佫在发生这登革热。现场若是佫有停靠废弃车辆，本局已经打公告通知单，限期7天刷走。环保局表示讲，已经打黄氏警告单的汽车，车主若无来处理，照规定7天过后就会甲车拖走。目前警方已经设监视器，避免有人乌白停废汽车。记者钟义辉、顾昭勇高雄报道。